Hello， 各位朋友，準備好接收嚟自二次元嘅電波未啊？呢度係電波男孩，一個專為介紹 ACG 打造嘅節目。喺呢度，我哋將帶你穿梭 ACG 嘅角度，探索令人心跳加速嘅故事情節，感受角色們嘅喜怒哀樂。每一期我哋都會為你帶嚟 ACG 嘅資訊、深度剖析熱門作品，仲有嗰啲你可能會未曾發現嘅隱藏寶藏。動漫嘅世界入邊，你感應到自己嘅電波未啊？電波男孩都將同你一同體驗，揾到嗰個觸動你心靈嘅頻率。快啲嚟加入我哋啦，同我希希一齊開啟呢段奇妙嘅二次元之旅，發現屬於你嘅小世界啦！記得收聽啦，唔好錯過任何一次電波嘅傳遞。我哋節目見。大家好，我係顏值，大家收聽緊嘅係 YM Radio。Welcome 翻到嚟我哋嘅 YM Channel， 密卡嘅 YM Radio， 呢度係電波男孩，又係我希希啊。講翻啦，其實之前呢就聽到有一個動畫啦，就大受呢個批評嘅。咁啊，講到當中嘅有啲畫面呢，就十分之令人覺得不適嘅。咁我哋就想今日去講一講呢一套作品嘅。其實呢一套作品對我嚟講呢，都十分之意重，大概係我第一個去了解到異世界呢個類別嘅題材嘅。咁佢個名咧就叫做無職轉生，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。咁點解會講呢個題材？無非咧就係聽到之前就有啲兒童不宜嘅內容啦，咁就令到人哋覺得十分之唔舒服啊，同埋個男主角嘅性格有啲奇怪啦。咁其實呢一部作品咧由呢個Ryujin Makoto 創作嘅小說嚟嘅。咁啊喺2012年漫畫就開始連載啦，咁啊小說就原本就係網絡小說嘅網頁嗰度咧就連載嘅。咁佢嘅世界觀咧就塑造得十分之深刻啦，基本上佢係冇系統啦，純粹係靠一張地圖啦嚟到去令你了解咗成個世界嘅脈搏啊、形狀啊咁樣嘅。雖然就小說就好難明白啦，但係對我嚟講就十分之覺得好新奇嘅。即係你話依家個個都係系統啊，即係無論係我逐字升級啊，其實你都會睇到有個系統畫面喺度，我覺得唔知越嚟越麻木咗啦。對於系統呢一樣嘢，咁啊，隨言之啦，呢一套嘅小說故事咧，就主要其實係以中古世界嚟到去做一個基調嘅背景方式，就同魔界十分之類似啦，有魔龍啊，有魔王啊，有魔族啊，有嗰啲神聖魔法啊，有僧侶啊，魔法師啊，然之後劍士嗰類嘅。咁啊，最主要咧，其實就係講緊嘅係呢一個人物佢嘅成長啦、描寫啦，同埋重生喺呢個主題上面嘅極致探索嘅。咁啊，成為咗對我嚟講啦，我唔知對其他人點講啦，就係異世界轉生題材嘅里程碑之作嚟嘅。到底故事講緊咩咧？就係講一個30幾歲嘅無職家女敦即係所謂嘅尼特族啦。佢遭遇車禍之後咧，轉生去到劍與魔法嘅異世界，咁啊轉生成為一個 BB 個 BB 個名叫做魯迪烏斯格雷拉特。咁佢咧就帶住咗前世嘅記憶同埋佢嘅悔恨啊，決心要喺呢次嘅人生認真咁樣生存落去。作品咧就以主角啦，由嬰兒去到老人家呢個老年啦，去到佢過世嘅完整人生軌跡主線啦，展現咗呢一個人喺獲得第二次生命嘅機會之後咧，係如何咁樣面對過去、改變自我，並且嘗試去同命運抗爭嘅壯闊歷程嚟㗎。對我嚟講，其實係咁樣理解啦。因為其實我係睇到時下好多年輕人咧，其實內心都冇無端白事就有啲鬱結喺度嘅。就好難去理解同埋面對緊自己到底係要面對緊啲乜嘢啦，即係有時會有好多問題都理解唔到，
係自己加喺自己身上啊，定係人哋加喺自己身上啊？定係成個環境造就咗有啲鬱結喺佢身上呢？咁啊，其實我喺呢個小說入邊啦，男主角點解會成為尼特族呢？佢成為尼特族嘅契機就係佢嘗試去幫某一個人喺中學嗰度，但係佢就俾成班人霸凌，甚至乎剝晒佢啲衫，將佢掛喺學校出面個門口度等人嚟去睇佢，咁啊導致佢咧就知道啦，即係精神喪失啊，咩心理打擊太大啊，就令到佢選擇留喺屋企嗰度過世啦，就唔想再去嘗試接觸出面嘅世界。咁佢咧點解會喺34歲嗰陣無端端發生災禍而轉生咧？就係佢喺出去打算去便利店買嗰陣咧，就見到一對高中生，傾到好開心，但係無端端有個呢個嘅異世界轉生道具大貨車衝咗埋去，咁佢係為咗去拯救嗰對高中生啦，同埋為咗俾自己嘅人生冇乜嘢悔恨啦，同埋想做一啲幫到人嘅事啦，所以就去推走咗佢哋，而佢就俾嗰架大貨車撞花咗啦，咁佢就轉生咗異世界啦。咁其實你話到底呢個男主角嘅性格如何呢？咁其實就當然啦，佢就有少少鹹濕啦，有少少唔單止鹹濕嘅，應該話非常好色噶啦，應該可以話係啦。但係無可否認嘅就係我對於佢喺黃色思想方面呢個心態呢，我就覺得其實對我嚟講影響唔係好大嘅。因為我最主要去睇嘅咧，就係佢點樣成長到，點樣去接觸其他人，點樣去接觸呢個世界，點樣去面對自己過去嘅不忿啊，同埋要點樣去面對其他人，去幫助其他人，甚至去解決其他人面對嘅困難，幫助佢哋去面對困難，然之後令到佢哋去克服自我，成為更加好嘅自己。呢度係我喺呢部作品睇到入邊令我覺得最深刻嘅事。咁啊，呢套作品最震撼我嘅咧，就係佢對人格塑造嘅深刻剖析。呢個主角啦，並非就係轉生之後就成為一座完美嘅人啦。當然啦，佢都係要學習噶嘛，係咪先？咩唔同嘅世界、唔同嘅語言，都要帶住佢前世嘅怯懦啦、自私、創傷，喺呢個新嘅世界入邊嘅新生活咧，加能咁樣學習如何成為一個人。一個更好嘅人，一個可以面對住自己嘅人。咁啊，佢咧就呢個作品利用咗呢個成年人嘅心智，去理解點樣去從一個重新成為小孩啦，再去到成為大人，由佢嘅生活冒險，佢嘅瑣事當中理解到責任同埋擔當，從而咧去到理解愛同埋尊重。咁當然啦，每一步嘅成長都係充滿住痛苦同埋掙扎嘅。咁呢套作品咧，對於家族嘅傳承啦，應該話家庭唔係家族，家庭同埋傳承咧，十分之溫暖啦，同埋有力嘅。佢同佢阿爸保羅啦，其實都係個渣男嚟嘅。由對立去到和解嘅過程啦，同埋佢同佢3位妻子之間跨越數十年嘅感情羈絆，亦都令我覺得十分之深刻嘅。即係一個十分之楚楚可憐嘅老婆，一個十分之強勢嘅老婆。一個係一個比較年長嘅老婆，學西洋姐姐係啦。雖然其實都冇乜問題重點嘅，最主要就係佢哋點樣圍繞住呢個人物嘅家庭關係咧，去刻畫呢一個世界嘅。咁啊，作品當中啦，就係你無論每一樣嘢都要自己去試錯啦。你無論遇到啲乜嘢問題，你都要自己去揾方向去解決，而唔係所謂嘅靠住呢個系統啦。系統哇，有任務喺度喎，我點樣解決咧？任務有A 去 B 要點樣去咧 ？A 幫 B 做啲乜嘢？到底點樣幫咧？要點樣幫？唔係嘅，你係要自己去諗辦法嘅。有陣時咧，就會令到個角色十分之陷入呢個迷惘嘅地步啦。但係最主要嘅係你要去了解佢自己去點樣去面對，咁你先至可以自己亦都學識咗你要點樣去面對自己人生，面對自己所面對嘅困難。咁如果你想揾到一部有血有肉跨越咗人生嘅困難嘅異世界作品咧，其實無職轉生係一個可以帶俾你長達數十小時嘅沉浸體驗啦，因為佢其實唔單止係一部轉生冒險嘅故事，更加係一部映照咗人生複雜嘅鏡。每個人都曾經失敗，但係最重要嘅係我哋有冇呢個勇氣去重新開始，呢個先至係
我哋要面對嘅問題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咁如果大家有乜問題想了解嘅呢，或者有乜嘢想分享嘅呢，咁記得上網搜尋 YM Channel Macau 嘅 YM Radio。呢度係電波男孩，我係希希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